迁洛院使，知贵州兼广西前辖。到江陵，会安化蛮犯边，官军不利，仁宗遣中人去申己讨之。申己日夜，即驰至宜州，善弃甲，木钉状，转粮饷，由3路以进。申己陵，君单骑出阵，与求豪曰：朝廷抚汝甚厚，汝乃自取灭亡耶？今我奉天子命来，汝听无言则生，不则无教累矣。众仰泣。罗拜曰：不图今日再见冯公也。明日，蛮渠弃兵谢律众将。军门初，步卒以复将未逆，申己曰：纪律不明，主将也，战。是何罪？请于朝，待其死。以劳迁西上阁门使，知宜州。乐善蛮寇武阳，申己遣御祸福，蛮大悦，西海所掠。又末世堪附，险强峡，超截边户，为疆场患。申己设伏擒捕，皆治于法。迁果州团练使。在义2年，徙贵州，改右5位大将军，守本官分。司西京卒。使安化蛮叛，驱西犯应募集贼。贼平，西犯亦却，自言。其功。朝廷下宜州，申己为西犯无功望要赏，遂边管全州。其后西犯遁归，谋为乱，欲杀申己，岭外骚然，义者皆罪申己焉。贾昌朝，字子明，真定霍路人，进士官委之曾孙也。天喜初，真宗长旗鼓南郊，昌朝县宋道左、赵氏，赐同进士出身，主进陵部，赐对辩殿，除国子监说书。孙氏叛奸，独称昌朝讲，说有师法。他日书陆随，为处后传示昌朝曰：君当以经术尽。如2公，为颍川郡王院伴读，在迁殿中丞，立之宜兴、东明县。世读尽中，以老辞，见昌朝自代，赵氏中书，寻附国子兼说书。上言礼母之讳不出于宫。今彰献太后1月至除。PG 1127。由会复名，非尊宗庙也。赵从之。景佑中，至崇正殿说书，以授昌朝。宋说明白，帝多所直问，昌朝请记录以进，赐名耳。因言义记注，加职及贤院。太平兴国4灾，世系大雨震雷，朝廷亦修复。昌朝上言，义震之相曰：见雷震，君子以恐惧修审，近年4。官屡灾，此待天士警告，可勿擅治，以示为天爱人之意。西域僧献佛骨，铜像，昌朝请加赐浅骸，无以所献示中外。西行其言。天章阁制事讲，亦守命昌朝。累迁尚书礼部郎中，使管修撰。刘平为元昊所执，边吏乌平降贼，亦收其家。昌朝曰：汉族杀李陵，陵不得归，而汉毁之。先帝后辅王继忠家，忠的继忠用。平氏未可知，始收其族，虽平在，亦不得还矣。乃得不收。卓之至告，
权判吏部留内权监事奖。初，权法县令，俸钱满12000，乃举令。昌朝曰：法如此，则小县中不得善。令，请盖举令，而与之俸如大县。晋龙图阁直学士，权知开封府，迁右谏议大夫，权御史中。臣监判国子监。议者欲以金增旦契丹使公元号，昌朝曰：契丹许我有功，则报无穷矣。立止之。乃上言曰：太祖初有天下，兼唐末5代方正5臣，土兵牙校之盛，尽收其威权。当时以为万世之利。及太宗时，将帅率多救人，犹能仗威灵。秉承算，出师御寇，所向有功。晋遂恩信子弟，世除传调名。欲多非勋劳，作取五绝，折冲攻守，彼何自而知哉？然编彼无事，上的自容。自西羌之叛，事不练习，将不得人以履役。知将欲不练之事，故战则必败。此萧方正太过之弊也。况清就恩信，初即为将，素不知兵，一旦复以1000万人之命，是屈之死的意。此用清就恩信之弊也。今杨崇勋、李昭亮上人编彼，望速选士代之。方正守成无数更易，4史以上，宜甚所受矣。PG 1128，逮有功，此就弊之一端也。右上被编6事，其一曰御将帅。自古帝王以恩威御将帅，赏罚御士卒。用命则军阵行而战攻击。太祖托裘茂赐王权兵曰：今日居此，沃上寒不可御，况伐蜀将士乎？此欲之以恩也。曹兵李汉琼讨江南，太祖召兵至前，立汉琼等于后，授以谏曰：复江以下，不用命者得专录之。汉琼等鼓励而退，此欲之以威也。太祖虽削5臣之权，然一时赏罚及用才及事，皆听其专。有功则赏，有败则诛。今每命将帅，必先1、2，非尽信不信，非因就不违。今陕西4路，总管而下，前辖、都监、巡检之属。西参军政，谋之未成，是以先漏，假可以否，上行下令，主将不专号令，故动则必败。请自今命将，去1、2，推恩惠，勿责以大孝，得一切便宜从事。偏必有不听令者，以军法论，此欲将之道也。其二曰复土兵。今河北河东强壮，陕西弓箭手之类，土兵以法也。河北乡兵，其发已久，陕西土兵，数为贼破，存者无几。臣以为河北、河东强壮，以照进臣详定法制，每乡为军。其才能决类者，及其姓名地补之。陕西番落弓箭手，贪照目前。戊历月入梁凤，多就秦业为营兵。宜优复田畴，使力跟死战。是为边用，可以减屯戍，省功溃矣。内地州县，增置攻守，如湘军之法而越视之。
其3曰训营卒。太祖朝令诸军无的食肉衣帛，营舍有州。久肴则逐去，士卒有服增采者吃则之。一时备铠甲，帽双鹿，战胜攻取，皆此曹也。今营卒骄惰，临敌无勇。就历3年转元。谓之洛泉镇守，虽未能易此志，即不必以历史为总管前辖，则有才勇可任将帅者受之。况今之兵仗制造，殊不适用。一案八阵五兵之法，以实教习，使起殿有次序，左右有形式，前阙相附，上下相援。令之曰：师一队长，则斩一队。何律 ？PG 1129。众不为用乎？其4曰致远人。今四夷荡然与中国通，在北则陈契丹，其西则陈元昊，二国合从，有计剿中国之势。届使以遂必击靡之。臣恐不可胜算。古之北边，西有京城、上郡，北则云中、雁门。今自苍之秦，绵亘数千里，无山河之阻，独是州县镇数耳。遂所攻善，又部下数千万，一股不熟，或致狼狈。契丹尽遂兼用。燕人治国，见官一同中下。元昊据河南列郡而行赏罚，此中国患也。一度西方诸国如沙州、古丝、明珠，灭臧之族，尽北如黑水女真、高丽、新罗之属，就通中国，牧人往使，诱之使归。我则是分而性深，体解而瓦裂矣。其5曰随藩部。属户者，边陲之平汉也。言有精明，府有丰州，皆容人类富之地。朝廷恩威不立，强敌破之，塞上诸州。渺焉孤垒，藩部既坏，土兵亦衰，破敌之日，未可期也。臣请陕西原边诸路，守城接待，安抚藩部之民，则其族大有劳者。唯求帅，如河东折氏之比，庶可为无藩篱之故也。其6曰景参后。古者守封疆，出师旅，居则有行人之参国，战则有前毛之虑吴，其景如此。太祖命李汉超镇关南，马仁宇守瀛州，韩令坤镇常山，贺为中守益州，何继云领地州，郭靖控山西，武守齐戍晋阳，李谦普守习州，董遵会屯环州，王衍深守元州，冯继业镇灵武。管阙之吏，悉书之军中，听其贸易，而免其征税。边臣富于财，得以为间谍，羌夷情状，无不遇之。20年间，无外顾之忧。今日西彼任边事者，敌之情状与山川，道路险易之事，绝不通晓。使导不测之冤，入万死之地，干恼。图的狼狈相及，何以破敌制胜耶？愿兼一组任将帅之志，边臣才用悉以为之。穆敢勇之士为爪牙，临阵自卫，无杀将之辱。穆死力为参后，而望敌之来，无献兵之耻。书奏多施行之。PG 1130。昌朝请度经费，罢不及。赵与三司合议，遂所剩民钱100万。
又言朝臣70，精力衰者，宜依典故治事，有功状可留者，勿居。因书冒昏不任事者8人，令治事。庆历3年，拜参知政事。上言用兵以来，天下民力颇困，请诏诸路转运使。无的臣立折变科律，须科折者，悉听奏裁。虽奉旨及3司文仪，余民不便者，亦以上文。以工部侍郎充枢密使，寻拜痛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咸殿大学士，人兼枢密使。居2月，拜昭文馆大学士，兼修国史。元号归时元孙，亦赐死。昌朝独曰：自古将帅备职，归者多不死。元孙由是的免。赵有司一生父奉祠庙3后，有司论不一。昌朝曰：张献母仪天下，张翼旦欲圣功，宜如降服生父元德。皇后故事。张惠于陛下有慈宝之恩，当别享奉祠庙如故。乃奉2后神主，身父真宗庙。密诏迁中外官役等，优赐诸军。昌朝与同列立书，乃至。又诏迁2服官，亦故辞。元号寄款赋，请宰相罢兼枢密使。6年，日食。帝谓昌朝等曰：折见于天，愿归罪正宫。卿宜究民疾苦，思所以立安之。昌朝对曰：陛下此言足。以米天变，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。帝又曰：人主具天，而修德，由人臣为法而自兴也。昌朝因顿守谢。明年春，汉帝必正寝，简善。昌朝引汉灾异册免3公故事，上表其罢。参知政事吴玉树与昌朝争议上前，论者多不直昌朝。有相受者之勇进军，宜通叛赠己，诬以事，迫令自杀。高若讷之审行院，复昌朝议，欲从轻作。吴欲力争，受促减死役等。未几，若讷为御史中丞，言大臣廷争不肃，故与不食若，遂罢狱，而除昌朝武圣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傅，痛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大名。府兼北京留守司、河北安抚使。帝赐营侍监于寻以讨备州贼。有功，宜山南东道节度使。杨协言贼发昌朝不忠，不当赏服。PG 1131。从契丹拒王簇勇抗者，号投来南军。鞭法，簇王自归者死。昌朝除其法，归者折千捕，于是来者稍众，因连之契丹事。契丹遂拒王簇，处南军不用。边人以地外直，契丹故稍清边界。昌朝为立法，执地而主不实赎，人的赎而有之，遂于的西附。3司使叶清晨一用河北库钱，昌朝革诏不语，清晨论列部议，遂出清晨河阳，徙昌朝叛郑州。过阙入境，留为降原官使。拜尚书右仆射，官文殿大学士，判尚书都审，朝会班中书门下，视其一务。遂中囚外，复除山南东道节度使、右仆射、检校太
师兼侍中，判郑州。故辞仆射、侍中，改通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次中谢，字昌朝时也。母丧去位，服除，判许州。诏对尔阴阁，帝问，乾卦。昌朝上奏曰：乾，之上九称，亢龙有悔，悔者凶哉。之蒙，爻在亢吉，必有凶哉。不言凶而言悔者，亦悔有可凶可。吉之意，修德则免悔而获吉矣。用九，见群龙无首，吉。圣人用刚健之德，乃可决万机。天下九圣，柔不可以计，然亢而过刚又不能久。独圣人外以刚健绝世，内以谦恭应物，不敢。自今为天下首，乃吉也。首赵优达。又言汉、唐都庸。至三府内议京师，朝廷都变，而今京诸郡皆属他道，制度不称。王基。请西京东之曹州，今西之陈、许、华、郑，皆立开封府，以42县为京畿。帝纳之。将行，命讲读官荐于资善堂。复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。时河绝商胡，昌朝请复故道，不从。禹在，河渠至。六塔功败，兵、地、德、博民多水死，昌朝正救之胜利。内侍刘辉往事，还沿河绝赵真村，与地名咸为。不详，时皆为昌朝始之以尧当国者。嘉佑元年，晋封许国公。又兼侍中，寻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。3年，宰相文彦博请罢，谏官，御史孔昌朝代彦博，乃相。PG 1132。与延昌朝见大帝，别创客位以待宦官，宦官有矫治者，枢密院。事不至，遂以正安军节度使，右仆射，检校太师，侍中兼充警。临公使，出判许州。又以保平军节度、陕州大都督府长史一大。民府兼安抚使。英宗即位，喜凤翔节度使，加左仆射，凤翔尹。晋封魏国公。至平元年，以侍中守许州，立祠府许。明年，以即留京师，乃以左仆射，官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审，卒，年6。18，谥曰文元。御书墓碑曰：大如元老之碑。所著群经、音变、通记、时令、奏议、文集122卷。昌朝在侍从，多得名誉。及执政，乃不为正人所欲，而数有功其节宦官、公人者。初，昌朝侍讲时，同王宗道编修资善唐书籍，其时教授内侍，谏官无欲奏罢之。及张方平留唐寻，而寻赠谕，是以为昌朝旨也。然言者谓昌朝事宦官矫治，后验。问无事实云。子张，管阁校勘，早逝。清朝请大夫。弟昌衡。昌衡字子平，举进士，为梓州路转运判官。古人请赴顺景，言历世会多寡为先后，昌衡亦随月日给之。泸州边夷蛮，故时首以武力，昌衡请由东泉调选。蛮驱马来士，
官地其良奴为二等，上者送秦州，下者折亲姑侄而易买。昌衡请严禁之。喜提点淮南行狱，广东转运使，喜两浙路。西宁艮法度，何立志，昌衡述以利害文，神宗讲其论奏中。义诏为户部副使，提举事议司，克县，增至右谏议大夫，加及咸殿修撰，知河南府、历城、运、应天府、邓州，以正义大夫治事，卒。从子言。言字长卿，以昌朝英，更历管库，积迁至工部侍郎。郑和中，以显摩阁呆置之应天府，喜运州、永兴。初，陕西行铁钱。9. 毕义清。蔡京设法尽敛之，更筑嘉西前，必稍重。今去乡。转运使李惠、陈敦复见所敛已多，俱请罢黜。铁钱既复行，其 PG 1133。清嘉初，自关以西皆罢市，民不聊生。严督一切持禁，听从其变。其后，宣徽使童贯又以两者重轻相行，遂尽废嘉西不得用。民亦以为苦。延禧之延安，因表言前法屡变，人心越惑。今人以为利者，诚见其害；以为是者，诚见其非。中产之家，不过处嘉西钱1-2万，既弃不用，则唯有守钱而死耳。边忙生。李萧条，官又一再变法，陆延去敌破境，民殊不安。民不安则边不可守，愿得内郡以养母，乃命为颍州，未行，复留。又与冠至江氏不和，冠举之，改河阳，又改邓州。加职学士，之永兴。入队，留为工部侍郎。冠迁枢密院河西、北两房事。从邀言具往贺，言曰：故使无迁书两房者，彼非执政，何贺？为会以急促，年58。赠迎清光禄大夫。昌朝伯祖父衍。衍字季华，晋中书舍人，给事中尉之子也。以因受临淄、雍丘主簿，历通判理州。太宗引经，奏以为开封府推官，加左赞善大夫。及即位，超拜左正议大夫，枢密直学士。未几，擢三司副使。太平兴国2年，卒。衍封神郡整，有吏干，左太宗居幕府凡5年，勤于所职。昆第5人，衍最幼，及衍立官而诸兄相继死。衍抚寻孤幼，具族凡100口，分给衣食，廷无谏言，士大夫以此称之。衍子时，焚。时至军器库使。交趾黎环之篡丁玄也，朝廷以孙权兴将兵讨燕。时与王尊同掌军事，黎环伪将，权兴信之。军遂北，时尊并作师律诸。焚至殿中丞。时子昌福，次同学。纠出身。焚子昌龄，弟进士，为屯田员外郎。梁氏，字仲贤，东平人，翰林学士浩之子也。少姑，长疾。父遗文集所自者已尽，真宗曰：梁浩有子矣。授秘书审正。字
为开封公曹，知昆山县。徙梧州，奏罢南汉时民间折税。更举进士，知淮阳军，又奏减京东御买130万。论景右舍。书不当录诸梁后，仁宗记其名，寻召为省行详议官。PG 1134。梓州妖人白彦欢依鬼神以阻杀人，欲拒，以无伤验。释伯曰：杀人以刃或可拒，而阻可拒乎？是甚于刃也。卒论死。有鸟似鹤及端门，稍下及庭中，大臣或倡以为锐，是曰：此也。鸟入宫廷耳，何锐之云？常与同院宴宿奏和赐公案，帝故曰：赐公似是汉时人字。素不能对，是进曰：盖宽饶，皇霸皆自赐公。帝曰：因循。是家事，亦弃之。他日宰相拟试提点刑狱，帝曰：孤留之。似见官有阙，可用也。遂拜右正言。林与由衷指示讲天章阁，是书其过。又言下手晕为将。无功，不宜复典右秘。会复党任中师执政，以衔改职史馆。修起居住。奉使陕西，与范仲淹调编辑10余事。进之至告，全。发遣开封府。遂于出之兖州。来无冶铁为民病，当役者虑破。产以长，是牧人为之，自是民不忧冶户，而铁遂易。在签书密。直学士，知延州。告归至葬，过京师，得入见，自延前为朋党。己卒，留为翰林学士。御史交合之，以示读学士之澶州、喜秦州。入之省刑院，着书密副使。张尧左一日除4使，言者真之力，帝颇怒。是曰：台谏。论事，直耳。尧左恩时过，恐非所以全之。遂夺2使。农至。高入寇，以慢书求雍，贵节度，帝将授其将。是曰：若尔。领外非朝廷有意，乃遣狄青讨之。贼平，帝曰：相非是言。南方安危，未可知也。迁参知政事。契丹欲议国书称南北朝。是曰：宋之为宋，受之于天，不可改也。契丹议其国名，自古其有无名之国哉？遂止。晋痛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咸殿大学士。大当王守中求为节度使，事迟不可。张贵妃至桑皇仪殿，又以为不可。将以是为元陵使，是言国朝以来无此制，由是进。与臣职中不合。是小倡法令，临事有胆力，而多挟制术，不为轻易所许。PG 1135。御史马尊、吴中复集论其贪渎户权，罢之郑州。京师察假复公。前40万民，盐铁判官李于清案之急，假具与立为事，内交。于是子弟，是出于清提点陕西刑狱。即罢，帝即还于清3司。复加官文殿大学士，知秦州。古未出建寨，兼为蜀羌所抄，以兵据守，羌复京夷。是据牛酒，诏谕其种人，
且巴所役兵羌不为患，喜永兴军。下人到根区野河西田累年，朝廷欲振风，以是为定国军节度使，知并州，至泽西复清的600里。还之河阳领中武，昭德2镇，检校太师，复为观文殿大学士，以太子太保致仕，晋太傅。熙宁3年卒，年70，赠司空监事。中谥曰庄肃。孙子美，少圣中，提举湖南长平。时兴复议法，子美先诛。陆成一书，就迁提点刑狱。建中靖国初，除尚书郎中、中书舍人邹浩封还之，改京西转运副使。建议大夫陈次生右言，子美元张敦英家，连使湖外，陈迎其旨意，一时逐臣在封部者，多被其虐，不宜使在进击。即徙成都路，累迁直龙图阁、河北都转运使，清曹济以奉上，至捐民钱300万士北诸以进。崇宁间，诸路曹陈进献于自子美氏。北诸出女真，子美氏于契丹，契丹是其力，虐女真捕海东侵以求诸。两国之祸盖基于此。子美用事至为光显。宣和4年，以吉霸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提举嵩山崇福公，卒。赠少保。子美为郡，纵齿残虐，然有干才，所至半至云。论曰：此5人者，皆以文吏为宰相。直中见除一言，士气上议，不然，何超迁之昼也？然与刘沆皆寡学少文，悉是用事。冯整议论多迎合王意，昌朝明经术而上阿司，梁氏小法令而邪。治术，司君子所不与也。若职中不受司业，沆临事强果，整从。容一言免位于诸死，此又足称者焉。PG 1136。列传第45。鲁宗道薛奎王属子义柔蔡其从子延庆。鲁宗道，字冠之，亳州谯人。少孤，居于外家。诸舅皆武人，颇益宗道。宗道亦自奋力读书。秀所着文业7伦，伦器重之。举进士，为亳州定远尉，在调海盐令。现东南就有港岛，海水至邑下，遂久因塞。宗道发乡丁书致之，人号鲁公仆。改摄州军事判官，在迁秘书丞。陈尧叟辟通判河阳。天禧元年，使诏2省制谏官6员，考所言为殿罪，首着宗道与刘烨为右正言。见张游阁门使得进而不赐对，宗道请面论。是而上奏通进司，遂为故事。常言，守宰去明镜，而无以驱。别能否？今除一手令，虽资财低下，而考任应格，则左思无病。赤，故天下亲民者独祸害政，时常2、3，欲民而美化，不可得意。汉宣帝除刺史守乡，必亲见而考察之。今守左虽未辖卿，见宜令大臣言之中书，巡考以言，察其应对，设之以事官。其师为才不肖，皆得进退之。
吏不知则县令放此数的两首载。宣注甚化矣。真宗纳之。宗道风闻，多所论列，帝亦颇厌其数。后因对自宋曰：“陛下用臣，岂欲图示纳谏之虚名邪？臣妾耻失路，请得罢去。”帝抚谕良久，他日书殿毕曰：“鲁直盖思念之也。”寻除户部员外郎兼右御德。余年，迁左御德，直龙图阁。仁宗即位，迁户部郎中，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，判吏不留。PG 1137。内权。宗道在选调酒，宦权格繁密，及之吏所以为奸状，多离正之，悉皆科条五下，人辨之。雷允公善议山陵，赵与吕夷简等案事，还拜右谏议大夫，参知政事。张献太后临朝，问宗道曰：“唐武后何如主？”对曰：“唐之罪人也，己为社稷。”后默然。时有请吏刘氏七庙者，太后问辅臣，众不敢对。宗道不可，曰：“若立刘氏七庙，如四君何？”帝太后将同姓慈孝寺，欲以大安辇先帝行。宗道曰：“夫死从子，妇人之道也。”太后具命辇后陈馀。时执政多，任子于馆阁读书。宗道曰：“馆阁欲天下英才，岂纨绔子弟的？以恩则处邪？”枢密使曹利用事权骄横，宗道屡于帝前折之。自贵戚用事者皆惮之，目为鱼头参政，因其性，且言骨梗，如鱼头也。在迁尚书礼部侍郎、详员官使。在政府7年，务役侥幸，不以名器私人。及据帝临问，赐白金3000两。既卒，皇太后临殿之，赠兵部尚书。宗道为人刚正，及恶少容，遇事敢言，不为小敬，为御德。时居敬酒肆，常为行就饮寺中，偶真宗吉诏，使者即门酒之。宗道方自酒肆来，使者先入，曰：“即上怪公来迟，何以为？”对宗道曰：“帝以实言之。”使者曰：“然则公当得罪。”曰：“饮酒，人之常情，欺君臣子之大罪也。”真宗国问。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对。帝诘之，宗道谢曰：“有故人自乡里来，臣家贫无杯盘，故就酒加饮。帝以为中时可待用，常以与太后。太后临朝，遂代用之。初，太常议事曰刚简，复改为肃简。议者以为肃不若刚，为的其实云。薛奎，字肃义，绛州镇平人。父华光，善术数，常以平静。侧干太宗行在，召见不用，罢归。是魁始生，抚其手曰：“是。”子必至公府。魁举进士，为州第一，乃推与里人王言而处。言下，进士及第，为袭州军事推官。州民常聚博僧舍1日。PG 1138。盗杀四奴取财去，博者是至，写偶冤衣，罗促捕宋州，考训乌服。
魁独疑之，白州缓其狱，后果的杀人者。喜夷州推官，常布丁夫运粮至延州，会酒语，粟麦自府。魁白转运卢之汉，请纵民还州而偿所失。之汉怒，欲何奏之？魁须曰：用兵久，人疲转向，今信兵实有余，安用此城府以困民哉？之汉亦解。凡民所失，悉奏除之。改大理寺丞，知莆田县，请捐南闽10税。咸于蒲草前。迁殿中丞，知长水县，徙之永州。州有前监，遂调兵300人采铁，而遂入不常废。魁奏听民自采，而所书折备之。迁太常博士，向闽中建为殿中侍御史，初为陕西转运使。赵德明言：延州藩落清其地黑临平，下诏暗验。魁越郡籍，德明常假道黑。临平遗文录视之，德明遂服。未几，作诗举免。数月，启通。判陕州，改尚书户部员外郎，淮南转运副使，迁江、淮治治发运使。书曹和，废3宴以便饷运，进吏部员外郎。父丧，夺哀。擢3司户部副使。与事李氏恒争论事，改户部郎中，直昭文馆。直延州。赵元浩每遣吏至京师请奉与，吏因事进物，引官算为监吏。魁连的状，请留蜀道监薄于关中，转至给之。迁吏部，着龙图。革呆制，全知开封府。为政严敏，及断摩所带，地亦加重。使契丹还迁右谏议大夫，权御史中丞。尚书论责人，求治。重节俭，平声色，凡10数事。彰献太后称制，契丹使萧从顺请。见太后，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见太后，而契丹使来乃不得见。魁使管办，折之曰：皇太后垂帘听政，虽本朝群臣，亦未尝见也。从顺乃已。或单云魁漏尽中语，改授集贤院学士，之并州，改秦州。州素重兵，经费常不足，魁务为简约，较明水根，仅商算。岁中积粟300万，征算余3000万，和民引田数千。请的除粟10余万。家书密职学士，知益州。秦民与遗落数千。PG 1139。人列魁致状，请留，喜书褒谕，不许。成都民妇送其子不孝，诘之，乃曰：贫无以为养。魁出奉钱与之，戒曰：若父失养，无不待汝矣。其母子遂如初。常夜宴，有数促杀人，人皆奔走。魁密遣捕杀之，作客莫有之者。临事持重名爵，多此类也。赵为龙图阁学士，权3司使，遂参知政事。帝谕曰：先帝常以为卿可任，今用卿，先帝亦也。而迁给侍中。帝常谓辅臣曰：臣弑君先有克忠者。魁曰：保忠之道，匪独臣。不然也。历蜀唐开元，
天宝时事以对，帝然之。迁尚书礼部侍郎。太后谒太庙，欲备服天子衮冕。夔曰：必欲此，若何？为拜。历陈其不可，终不见听。及太后崩，帝见左右泣曰：太后即不能言，犹数引其一，若有所属，何也？夔曰：其在衮冕也。夫知其可见先帝于地下。帝恶，卒以后服敛。因上言请逐内侍罗崇勋等。12府大臣多罢去，夔的喘疾，数辞。谓罢为户部侍郎、资政殿学士，判尚书都审。帝手书进方赐之，小监入见。即寻作，卒，赠兵部尚书，事简肃。夔性刚不苟合，遇事敢言，真宗时数验大臣，至有沾罪者。夔谏曰：陛下即位之初，历经万几而检验性。今天下臣无事，而宴乐无度，大臣数倍久无威仪，非所以重朝廷也。真宗善其言，即参政事，谋以摩所避。能知人，范仲淹、庞吉、明镐，自为吏部选人，皆以公府许之。五子，以从子为嗣。王曙，字惠叔，隋东高子姬之后，世居河汾，后为河南人。中进士第，在调定国军节度推官。咸平中，举贤良方正科策入等，迁秘书省著作佐郎，知定海县。还为群牧判官，考级。古今马正为群牧故事6卷，上之。迁太常丞，判3司平。有礼欠司。作举进士诗时，降监泸州查税，在迁尚书工部员外郎，龙图阁呆滞。以右谏议大夫为河北转运使，作部吏受囚。PG 1140。降之寿州。徙淮南转运使，构当3班院，权知开封府。以枢密直学士之益州。神道以郡法，多治之死。有卒夜告其军将乱，力辩其伪，斩之。蜀人比之张勇，号前张后王，入围给事中。仁宗为皇太子，与李迪同选兼宾客，复作贡举诗时，处官。复为给事中兼群牧使。其妻寇准女也。准罢相且贬，属义将。知汝州。准在贬，属义贬颍州团练副使。起为光禄卿，知襄州。又徙汝州。复给事中，知潞州。州有杀人者，欲以拒，属独疑之。继而提点刑狱度演制，是果变。属为作，便欲记，以戒官。立徙河南府永兴军，召为御史中丞兼礼检使，礼检制10字。此时御卿招应公灾，系守卫者御史御。属恐朝廷易修复，上言袭鲁还，西公灾，孔子以为还，西清尽当毁者也。辽东高庙及高原变殿灾，董仲舒以为高庙不当居陵旁，故灾。魏崇华殿灾，高唐龙以依谢公事为戒，夷罢之物质，文帝不听，明年复灾。
今所见功非应经义，灾变之来若有警者，愿除其地。罢诸导词，以应天变。仁宗与太后感悟，遂减守卫者罪。矣。而诏以不复善修御天下，又请三品以上立家庙，复唐旧制。矣。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，以及请罢，改户部侍郎，资政殿学士。知陕州、喜河阳，在知河南府，迁吏部。诏为枢密使，拜痛中。书门下平章事。余月，守发居，卒。赠太保、中书令，谥文康。属方言简重，有大臣体，居官身自易损。喜服土法，其居。书时，伯儒也。初，前为兖留守西京，欧阳修、尹诸为官属。修等颇尤厌，属后至，常立色戒修等曰：“诸君纵酒过度，独不知寇来公晚年之祸邪？”修其对曰：“以修闻之，来公振作，老而不知止耳。”属默然，终不怒。即为枢密使，守荐修等，置之馆阁。有集40卷，周书音讯12卷，唐书备问3卷，庄子指归3篇，列子指归1篇，代斗凤实录2 ，PG 1141卷，及两汉诏议40卷。子义公，义柔。义公字达夫，以因为魏魏4臣，姓田旦。穆唐王归之为人，数解官就养。属参知政事，至地西京，义公。劝属尹年谢世，属不果去。终父丧，遂以尚书司门员外郎致仕。兼与浮屠，引者出游，洛阳名园山水，无不至也。以子登朝，类迁司农少卿，卒。义柔自胜之，为人抗直上气，喜论天下事，用英治殿忠臣。元好叛，上备编选将之策。杜衍、丁杜宣抚河东，义柔御书言：河外兵饷无法，非义率臣，转运使不可。应调其可任者。衍、杜使还，以学术政事见，知戒秋县。庆历更用执政，异议者指为朋党。仁宗下诏戒斥，义柔上书论辩，言犹切直。尹朱与刘户真沉水洛氏，自金元贬庆州。义柔颂之曰：“水落1丈，2不足以拒贼。户皮将，诸为将军，以天子命呼之不至，禄之不为过，故不敢专职之以听命。是诸不升将军之职而上尊朝廷，未见其有罪也。不听。犯众焉未食面，以管阁见之，除。及贤孝礼。欲苏顺亲奏诋秽，罪作傲歌。时诸人欲遂亲政。党宰相张德相，晏殊不可否。参政贾昌朝因主之，张方平。宋齐、王拱成功排不一例，致列状言义柔罪当诛。韩琦为帝言。义柔狂与何族生计。方平等皆陛下近臣，今西垂用兵，大是何县，一部为陛下论列，而同状公义王义柔，此其意可见矣。帝感悟，但处监赴周久。久之，为开封府推官，盐铁判官。
凡中指所需不应法事，有司迎合以求尽者，悉论之不至。除为两者，经东西转运使。上言经考课法区别常例能否，必明。有显状，显状必取其更至心作大利。夫小正小善，积而不已，然后能成其大。取其大而遗其细，将尽力图功，恐视之不举者。日多而虚名无实之风日起。愿参以唐四善，兼取行时，列为三等。不行。PG 1142。熙宁元年，入判度之审院，召百官转对，议柔言：人君之难，莫大于辨邪正；邪正之辩，莫大于治象。象之中邪，百官之贤否也。若唐高宗之李义府，明皇之李林府，德宗之卢杞，宪宗之黄甫伯，帝王之建也。高宗、德宗之昏蒙，故无足论。明皇、宪宗之聪明，乃必于二人如此。以二人之庸，犹足以治。或况宋六艺，邪才智以文治其间说者哉？亦盖指王安石也。判吏不留内权，就制选人当改京官，满10人乃引荐。由是事多困制，且欲举者有故，则不用。亦柔请才2人及引荐，众论，熙然称之。直设人院，知至告兼职学士院。董瞻欲明唐恩，中书熟状加光禄大夫，而就皆以特进，亦柔以闻。帝谓中书曰：非翰林，积何不为羌夷所效？宰相怒其不升堂，用他事罢。其兼职迁龙图阁直学士、秘书监，知蔡阳亳州、江宁应天府。卒，年72。亦柔少力学，通群书，为文日数千言。引诸谏之曰：善而不流，质而不窘，语纯而利，气壮而长，未可量也。十方以师父取士，亦柔去不为。范仲淹见事管职，以其不善辞赋。启事以策论，特听之。司马光常与人曰：自无为，资治通鉴。人多欲求官读，谓忠义旨，以欠身思税。能阅之中篇者，为望甚之耳。其好学类此。蔡奇，字子思，其先洛阳人也。曾祖琬，为莱州交水令。因家焉。其少孤，依外家刘氏，举进士第一。仪状俊伟，举止端重，真宗见之，故宰相寇准曰：得人矣。赵金吾给7邹，传乎以宠之。状元给邹，自其始也。除将作奸臣，通判滚州。喜为州，以秘书审著作郎职及贤院。仁宗初，为司谏，修起居注，改尚书礼部员外郎监视御史。知杂事。前为兖守河阳，请驱赐镇兵前，彰献太后将许之。其曰：上卿即位，为兖外戚，请偏赏以示私恩，不可许。遂。PG 1143。合奏为兖，以起居舍人之至告，入为翰林学士，加士读学士。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，
遣内侍罗崇勋主之，命其为文记之。崇勋因使人诱其曰：“去为记，当得参知政事矣。”其久之不上，崇勋禅之，罢为龙图阁学士，知河南府。参知政事鲁宗道，故征留之，不能得。以亲老，改密州，喜应天府，诏为右谏议。大夫、御史中丞。太后崩，遗诏以杨太妃为皇太后，同才治军国事。革门去，百官贺，其使台吏无追班，乃入白执政曰：“上春秋赋，习之。天下秦伪，今使亲政事，岂以使女后相种称制乎？”遂罢御政，复为龙图阁学士，权三司使。有妃与传经王元衍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者，捕得细狱，连逮甚重。帝怒，使其案问之。其曰：“此小人无知，不足治，且无以安今王。”帝恶，具视之。拜书，密副使，交旨虐其部人，款以州自归者800余人，议者谓不可。内其曰：“蛮人去报而归有德，却知不详，请给金湖咸田使。自营若纵去，当不复还旧部，必惧而为盗贼矣。”不从。后数年，蛮国为乱，蜀大姓王其雄作杀人除名。其雄，太后殷家，为更赦，复官。其曰：“果如此，法恼矣。”明日入奏事曰：“其雄世事杀人，不死，又即授以官，是以恩废法也。”帝曰：“将议等与官可乎？”其曰：“以恩废法，如朝廷何？”帝免从之，乃抵其雄罪。前为掩父丁谓，书密提名，折销去寇。准信事云：“逆准不书。”其言于仁宗曰：“寇准忠义闻天下，社稷之臣也，岂可为奸党所污哉？”仁宗具令磨去。郭皇后废，将立妇人陈氏女为后，其即论之。拜礼部侍郎，参知政事。契丹祭天于幽州，以兵屯境上。辅臣欲调兵备边，与其谍议地前，其话3策，料契丹必不叛蒙。王曾与其善，曾与以简不相能，曾罢相，其意以户部侍郎归班。寻出之颍州。卒年52，赠兵部尚书，谥曰文忠。引人见其故立诸彩绘。PG 1144。丧，由豪气思之。其方众有风采，性谦退，不妄言。有善未尝自伐。丁未丙，朕欲其复己，其中不往。少与徐人流言善，言罪废，其上奇。书数10万言，得复官。言卒，又以女妻其子祥。所见庞吉、杨协、刘随、段少莲，后律为名臣。使其五子，以从子延庆为后。季末，有一父子曰延嗣。延庆字仲远，中进士第，通判明州，历福建路转运判官，提点京东、陕西刑狱。神宗初，以及贤孝礼历开封府推官。有卫士告黄衣老卒捅火入职，延庆查卒色辞，遗焉，
寻之，果为所诬，即反作告者。是闻帝重之，加职使馆，知河中府。明年，同修起居注，直设人院，判留内权，拜天章阁呆滞、秦凤等路都转运使，以应办西河军虚公、晋龙图阁直学士。王韶进师河州，枪断其归路。延庆曰：兵事非无所疑虑，然主帅在南，不及援之，恐败国事。遂袭兵复救，羌解去。韶的全师还。转运判官蔡蒙合其善心，朝廷问之状，亦蒙他道。韶入朝，延庆设西帅。原系张登，羌臣系伏兵北关下，遣其众29人委请来蜀，将举火内应。延庆参之，西斩以训，俘者萧溃。藩官诈称穆真御将，邀大将景司隶来迎。延庆令无折出，即为节制，虽有功一诛，司隶不从，猝败死。喜之成都府兼兵马都前辖。本道就不至都前辖，致仕特命之。茂州羁縻州蛮族久，自推一人为将统其众，将常在州听要。属州居群蛮中，吴承倩为数鹿角为故。蛮旅夜入飘人处，缴获来赎。民患苦，义郡守李琦请筑城。其上于朝，召延庆度。其力变，延庆下其事，其已去。后首犯百常以为例，助之。蛮求速为侵其土地，其罢助，不许。蛮数百掩至，拒却之。明日，又大至，尽焚鹿角及民庐舍，引梯冲攻牙城，百常汉狱，杀耳。蛮求，乃退。然由其游绕四山，南北路皆为所据，城中不敢出。PG 1145。百常牧人间道告急于成都。延庆命与之和，奏起遣进上内城贡。今蛮氏诏押班王中正往，中正受旨，凡军士皆令与都前辖役。将行，延茂去成都远，一与议，律师事机，请得专决。于是事无巨细皆自处，延庆不复遇。兼司副中正，奏延庆驱李师仪。置身边患。喜之魏州，人降为天章阁呆滞。下人与臧苑麻夷边境有谋，使人入塞卖马，立直以告。延庆曰：彼夷，故来参。直之，是成其夷。曰：马之受之使去。将立入敌境壤养马，得而路诸境上，且告之曰：两境不相侵，则相保以安，故路以戒。若有之，亦当尔也。下人乐服。常的安南行军法，读之，仿其制，部分镇兵弓箭手人马。团为9将，合百队，分左右前后4部。队有助战、拓战之别。步骑器械，每将皆同。以番兵人马为别队，各随所进分立焉。诸将之数，不及镇兵之半，乃所以治之。处老弱于城寨，较其远近而为区别。使番、汉吴的相杂，以防其变。据为书上之。时陆延吕会轻易分化兵，延庆调其不变，神宗善其意。
赵之开，封府，拜翰林学士。以言者罢之滁州、丽营、洪州，复龙图阁。呆至，率高阳。月岁，复职学士，仪定武。元佑中，入为工部，吏部侍郎。卒，年62，赐钱30万，官匹其葬。延庆有学问，平居简黑，遇事能别白是非，所至有会正。既为伯父其后，其晚的子，乃归其宗，及家所有付之，无一毫。自语，来人亦焉。论曰：张献太后称制时，群臣多悉何用事？鲁宗道：薛奎、蔡其参与其间，正色孤立，摩所回挠。宗道能举刘氏7庙之意，魁正母后衮免为非礼，其从容一言绝女后相种称制之患。真所谓以道事君者愚。蜀变兼断狱，为时良力，在位又多剑拔。名臣若请群臣立家庙以复古礼，皆之为政之本焉。PG 1146列传第46。阳历宋时王嗣宗李昌龄从子弘赵安人父服。子良归孙君熙陈彭年。阳历，字汝立，今赵茂人。曾祖守信，唐山南西道节度。同平章事，本宦官复公甲子也。祖之礼，后唐军州刺史。妇人。衍，入蜀士王氏，为丹棱令。蜀平，补渭南主簿，累迁永和令。历，建隆中举进士甲科。父丧，绝水江数日。夫除，以路不足。养母，闲居无事尽意，相就遗书敦狱，历乃复官。解贺凤州团。练推官，遂于又以母及弃官。开宝9年，义阙献书，赵士学。士院，授陇州防御推官。入迁光禄4丞，丁内监，起就职。9之，转秘书丞，改屯田员外郎，知鄂州，以善政文。端拱初，真宗在乡邸，迁库部，充记事参军，赐金子。初，广顺中，周世宗节至澶州，立志文见之，管接数日。世宗入朝，历处僧舍，孟古衣冠者曰：汝能从乎？历随往，笃功未若。非人间，殿上王者秉归南向，总30余。历深夜之，最上者前。有案，至部路人姓名，历见几名居首，应请示修旧。王者曰：我非汝师。指一人曰：此来何天尊，翌日汝主也，当问之。其人笑曰：此去40年，汝功臣，与民亦显矣。历再拜，务而治之。历出名利，以及作吏，遂改之。致仕，受命。夜见藩府，归谓子曰：吾今见襄王仪貌，即所梦来何天尊也。迁水部郎中。真宗引开封，立为推官。真宗常问历何年。PG 1147。及第，历为不对。后知其唱名第一，自毁诗问，为历不已。科名自罚，甚重之。楚公建，兼右御德，转度之郎中。即位，拜给事中，判吏不全。未几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咸平初，知贡。
举，俄拜工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。2年卒，年69。真宗枕道，谓宰相曰：历届职清苦，方当任用，据此沦懈。己卯，与临其丧。历旧舍伪相中，臣愚不能进，不至其地，皆泯久之。废朝，赠兵部尚书，中使护葬。历为文上繁，无诗法，每诗一题或数10篇。在翰林，至告迂怪，见者审之。有文集20卷。子乔至祠部郎中，亦至太常。博士，翘至太子中舍。少子瑜，至道出与张树宁堪效真宗处邸。书籍，真宗即位，皆赐进士出身，执使馆。瑜至祠部郎中，庶。宁至太常丞。宋时，字持正，今赵长安人。曾祖泽，穆平令。祖赞，万。年龄。父温故，晋天福中进士，至左不阙，弟温书，亦进士。至直方员外郎，兄弟皆有10名。时幼景物，早姑，与兄密立志。笃学，弑母以孝文。温书典耀州，时事行，代作间奏，辞敏儿。立。温书抚备曰：此儿真国气，恨无兄不及见也。太平兴。国5年进士，是贺江作奸臣，通判子周阙言院，就迁右赞善大夫。宋准见其文，拜著作郎，执使馆，赐妃。雍熙3年，已有补阙之至告，与王化基、李沆并命，人赐白金500两，钱50万。加户部员外郎，与苏义简同之共举，俄判刑部，赐金子。淳化2年，邀尼到安宋大理段誉不当，实作累，将军州团。练副使。时母老，时留其侍奉养。移汝州，与王宇称并召入。为礼部员外郎，直昭文馆。5年，以直方员外郎在之至告，判。及咸院，知营医，通进，封博司。至道元年，为翰林学士，知审官院3班。又兼修国史，判昭文史馆事，加兵部郎中。真宗即位，拜中书舍人。丁内监，起复。咸平元年冬，改。PG 1148，给事中，充枢密副使。真宗北巡，将赐大名，以护从军列为行。朕亲御铠甲于中，诸王枢密戒位以从，命使与王显分押后。朕驻跸数日，常召见便殿，方奏事，即作仆第。内侍耶出。太医诊室，伏问相继，以及檄文。明年正月，真宗临谥，许以先规赐亲入，曰：此正常遇者，虽故案，亦足遇道途之函。又遣内侍护送公帐，至澶州，卒，年51。废朝，赠吏部侍郎。以子伦为太助，纯为奉礼郎，弟某为光禄侍臣，战为大理侍臣，侄孙选同学究出身。真宗在幸和硕，追悼之，加赠行。部尚书，谥曰中定。时风貌秀整，有韵疾，气时冲远，好学，美文辞，善谈论。隐血，小音律，妙于一奇。
笔法遒媚，书帖之初，人多传笑。喜引众后进有名者，又好屈人之疾，当世世流，熙然宗养之。有文集20卷。时兄密，太平兴国2年进士，至起居郎，执使馆，越王府。记事参军。温书三子，沆、谢、涛。沆，刚律，喜谈兵。太平兴国5年进士，历左正言，京西转运使，度支判官。淳化2年，吕蒙。镇霸乡，沆作清党，贬益州团练副使，起为太子中允，宦如今。副使。咸平中，遣羽梅巡使西京为安抚使，未行，罢为环庆路都监。与之环州张从古善发兵袭敌，不与部属业谋，又士卒有死伤者，则受供奉官。后为文司副使，京西提点刑狱，促谢。有清节，居长安布事，与种放，为野游，多偏食惆怅。涛、端。拱2年进士，历殿中丞，知襄城县，以正纪文，赐飞鱼。立言。铁判官，累迁监察御史，知国州。淳及密子伟皆至殿中丞。王嗣宗，字希阮，汾州人。曾祖同节，保定令。祖呆驾。汾州防御推官。傅孟正，陈州军事判官。嗣宗少力学自奋，尤京师，以文业王右，颇见优待。开宝8年，登进士甲科，补勤。PG 1149。州司寇参军。侍御史陆冲之州事，为正科级，盗贼群起。嗣宗。臣奸及言其阙诗，冲大怒，系嗣宗于狱，又教无赖民被罪者诵。嗣宗至狱往滥。朝廷遣殿中丞王廷犯案之，俱获诵者诬枉状。嗣宗乃的事。太宗征河东，嗣宗承边事，诏复行在，受大理寺丞，通判。睦州，改右赞善大夫，徙河州。太宗遣武德促前察远方事，嗣宗谢宋京师，因奏曰：陛下不委任天下贤俊，委幸此辈以为耳目，臣妾不取。太宗怒其恒，遣使谢嗣宗下吏，萧至会设副官，寻以秘书陈通判澶州，并河东西，植数万株，以固堤防。上言本州却孤豆量，效以沈豆不及7升，民犯私酿者30以上作死，有伤身俊，臣恐诸道律如此治，望诏自京并准沈豆定罪，从之。入为三司开差推官，以左正言充河北转运副使。时边境用兵，崔汉为大将，嗣宗每以苦言击其斩效，就赐飞鱼。太宗将议亲征，嗣宗上书言契丹必不至之状，甚见加纳，改作司谏，赐白金1000两。入为度支判官，改驾部员外郎。期病，夜觉本司属门取药，为职官送稿所发，作罢职，请之。出知兴元府，徙京西转运使。又移河北，赐金子，备州萧节卒。50余人谋窃发，嗣宗律吏西擒之，幽诏嘉奖。迁于部郎中，赐钱100万。
至道初，移河东转运使，以为正报律文。喜之耀州，右之同州，加比部郎中，淮南转运使，江浙金湖发运使。杨楚间有窄家神庙，名有吉布尔药，但节制寺以缴服。寺宗彻其庙，选民方，刻石州门，自是民风稍变。初，漕运经四州浮桥，州多富壤，寺宗喜至成余，遂获安济。又见意外任官奉薄，贪伪者或致封给，廉警者中因贫困，请以公田军赐之，就改职方郎。中咸平3年，以漕运称职，就拜太常少卿。余年，以右谏议。PG 1150，大夫充三司户部使，改盐铁使。常与度支使梁鼎、户部使梁浩同对，言曰：国家经费甚繁，赋入渐少，加以冗食者众，尤为好度，所宜裁节。若用度不足，即负重扰于民矣。况西北二边未平，有馈运之繁，臣等会议，是可审者，愿条列以闻。从之。明年，将交寺宗因条上印奉诸物以及工作，繁简杂，物106000，省工99000。又言记审条奏，是有可记者，望令判使1员，撰录送使馆。诏以3司务繁，不当日有纂录，可逐记录送。会罢3部使，改左谏议大夫，知通进，营台司监门。下封博士，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。州境有卧龙王庙，美琼东。河境至济，直风雪寒甚，老幼泊于道，寺宗即毁之。转运使政。文保上其政绩，有诏褒美。先是，西边士马，以给北边战士。有疾弱者及送阙下，属越道远多死。寺宗建议，以焚州的粮。街楼繁株间，美水草，请就木放，从之。诏拜御史中丞。大中祥符间，真宗告谒太庙，寺宗立班师仪，应自守。真宗谓县官当守礼法，以其性粗略，不知责。加监工部侍郎，权判例不全。寺宗刚果律义，摩所谓旦，每进谏，即谈时事，或及人间细物。颇清显好进，深底参之政事缝整之短，遂结宰相。王旦弟婿，使达意于旦以为助。旦及其丑行，因力必整，寺宗大怒。知至告王曾从内侍孔免家，归门不睦。曾从东风，至免。家辍民中毒，得良药乃解。是以暴露，曾密书方行大礼，愿罢。推究。宰相亦以免先圣后，将有褒擢，乃引其事。寺宗独未曾。诬垢免，具反作，乃求请息。会谦语，寺宗请对，言恐免。为王曾所送，倘朝旨居问，加之锻炼，则免终负冤枉。又侯德昭元设续妃，年考未满，以欺诈得之，非吏部令使自首，亦无由之。延唐行首李永熙作赃除名，复引充就职，寻送权受令录。真宗即召王旦等诘之。旦曰：恐免之罪，
朝议特为荣尹。部令暗问，臣非冤枉也。得招据吏部奏验，乃行致命，及其首。PG 1151。漏，即以追夺。永熙先为县吏，作为本部节度使杨部书算除名。及延唐阙人李沆以其魁梧，因选拟官，复用为副行首。再审知事4年，臣迭其班续用，因复送权。真宗曰：止此，乃至汉协。嗣宗理屈，复以他辞清淡，但不与抗，乃已。明年10月，嗣宗复请对，言去岁8月至今年10月不与，素迈不登。及秋，兖运苦雨，何益害驾，行政有失，致臣灾诊。恐免冤枉，拨在人口。王曾上居进班，院士处退，以正朝典。臣请漏章以闻。真宗与王旦等曰：曾实无罪，若嗣宗上章，亦须裁处。旦曰：免不善之计甚重，但以宣圣之后不欲穷。究谓其冤枉，感伤和其，恐未尽礼。赵安人曰：今若在行案问，免何能免罪？王钦若曰：臣请审问嗣宗，若在居免，不能自隐，如何驱处？明日，嗣宗复对，且谢前言之师。真宗亦忧容之，其强妄多此类。将嗣焚阴，以永兴重地，司的大臣才兼文武者正之。因为宰相曰：嗣宗常自言之武士，可授连车以当此任，宜诏问之。嗣宗愿奉诏，即拜耀州观察使，知永兴军府。真宗作诗赐之。时众放的告归山，嗣宗匿于船舍，礼之甚厚。放既罪，稍惧。嗣宗怒，以与讥放。放曰：君以手帛的状元耳，何足道也？初，嗣宗就侍讲武殿，帛赵昌言茂，着手科，故放及之。嗣宗愧恨，因上书言，所部兼并之家，轻于众民，临报孤寡，凡10余族，而放为之首。放地直无赖，据临路巧采，周回200余里，夺边蒙厚利。愿以陈书下放，赐放中南田100亩，喜放松山，书辞及于构汝，至目放为魑魅。真宗方后代放，令喜居。松阳避之。4年，兵宁陈兴善事节道，喜嗣宗之滨州兼兵宁环庆路都部署。城东有灵应公庙，傍有山穴，群狐处焉，妖巫挟之为人。祸福名胜性相，水旱及一溪导之，名语为之会，狐阴前。PG 1152。此常例，皆先谒庙，然后逝世。嗣宗毁其庙，熏其血，得数10狐。尽杀之，迎4岁袭。喜之郑州，发边粟奸赃，速作贬。嗣宗常言喜种放，绝兵狐，按边粟，为去3害。居2岁，诏还，授枢密副使，检校太保，寇准为使。嗣宗与之不业，累表解职，授检校太傅，大同军节度，知许州。嗣宗常游士州，别墅在焉，时人以为荣。移之河南府。
天喜初，改感德军节度，落下额言相京。喜之陕州，在表请老，且求入晋，遣使召还。交嗣，改晋南军节度。既至阙下，病卒，不能。朝夜，乃求在之许州，不复亦休退。寇准为乡，速遏之，特命以左屯卫上将军，检校太尉致仕。表求面辞，以足及监于拜起。特免无岛，许其子服业之。对数客，赐钱100万，还许下。准贬。朝议以四宗藩府旧臣，特令月给俸50千。四宗由穆宗族府。诸职如己子者，一介以训子孙务的西居，又令以孝经、公、建、比验至况中。5年，卒，年78。废朝，赠侍中。谥曰景庄。录其子2人，升2人官。四宗室3朝，最为素旧。所至以严明御下，尤傲狠，勿以丑言凌错群类。为忠臣日，常奉宋白、郭志、邢秉70不请老。吕请真宗敕其修治，又遣亲属讽击之。及四宗晚岁极盛，有享。后路徘徊不去，常谓人曰：仆为此一事，未能免物议。众皆嗤之。四宗好为文，而札尤甚。奉嗣之岁，近臣皆为宋。既宰相以四宗所传，不足发挥圣德，虑为后所翘，乃不许刻。10. 所着有钟灵子30卷。子尧臣，内殿承制，唐臣，太子中舍。从子顺臣，供奉官。革门之后，禹臣，太子中舍。李昌龄，字天锡，宋州楚丘人。曾祖阙，胶水令。祖坛，邯郸令。父运，太常卿。昌龄，太平兴国3年举进士，大理平事，通判河州。历江作奸臣，又赞善大夫，通判瀛州。京城开。PG 1153。今明池，昌龄献诗百韵，太宗加之，擢右拾遗，执使馆，赐妃。改右不阙，出知滁州。丁内监，起为淮南转运使，转户部员外郎，知广州。广有海伯之饶，昌龄不能以廉自守，淳化2年代还。初，运常典许州，有地在城中，昌龄包居辎重西流驻焉，其至京城。但要务要器而已。会有言其贪者，太宗以为污，诏赐金子擢礼部郎中，于越为枢密直学士。昌龄上言，广州市薄美，遂商博至，官进增价买之，良苦相杂，少利。自今请择其良者，官如价给之，苦者自其卖，勿进。雷、华、兴、白、惠、恩等。舟山陵有群象，民能取其牙，官进不得卖。自今宜令送官，以半价偿之。有敢淫逆及私事与人者，论如法。诏皆从之。是秋，出至审刑院于禁中。凡欲具上奏，先升审刑院，应复大理，刑部断复以文，又下审刑中复裁决，以复中书，当者行之，
否则宰相文以论决。命昌陵之院士。月余，右权判吏部。留内权数日，授右谏议大夫，充户部使。3年，改度支使，拜御史中丞。下诏御史台和刑部使并。条奏以文，欲无大小，自中丞以下皆亲邻居问，不得专责所思。李继龙受命和硕征讨，不附台词，昌陵纠之，遣吏追还，罚俸。又和陕西转运使郑文宝身世边境，铸成杀气，轻便禁法。文宝作贬湖外。至道2年，以本官参知政事。战谢便殿，太宗谓曰：中书正本，当尽用善良，博寻众议，以正道临之，即愿谤无由而深矣。昌陵居位，颇选述软磨所见名。真宗即位，加户部侍郎，坐交节王继恩，贬中武军节度行军司马。咸平2年，起为殿中少监。会召群臣言边事，昌陵求面臣。事机不报。王军之乱，命之子周。知杂御史范正慈和其广博。肃范及代还之河阳。丁外监起复，奉朝请，以封样求领。PG 1154。小郡复得光州，就改光禄卿。即不能治事。转运使以文。命守本官分司西京。寻请致仕，真宗曰：昌陵素无清誉。乃授秘书监，遂其请。大中祥符元年卒，年72。废朝。陆子瑜卿士将作监主簿。昌陵兄昌图治国子博士，弟昌延治太子中舍。昌延子敬卿、仲卿、耀卿，并进士及第，敬卿为秘书。臣从子弘。弘字仲刚，复刻名，仕至提点广东刑狱。弘进士及第，是秘书省校书郎，知歙县。的产黄金，明书以代付，后经节，则其父如故。弘奏罢之。立之于前，单县，至有惠爱。欲使之。杂吕以简见之，改著作左郎，兼丹阳县9税，知临池县。刘军、蔡其举为御史台推直官，拜监察御史。时召成都府。乐公许朝天等补教坊。弘言：陛下即位，尚未能显言谑之事，而守赵陵人，非所以广得美于天下。朝天等遂罢归。迁殿中。侍御史。阁门使王尊度领皇城，遣促刺史，告古人有违契单奸。谍者，补系皇城司案何。命弘复训，弘悉得其冤，抵促罪，降。尊度曹州兵马都监。判3司开差司。辅郡汉刘兴坠西南有生，会僧攘于文德殿。弘奏曰：文德殿不正会朝之正位，每灾异，折具资黄赞。北于其间，何以示中外？改盐铁判官，历子州、陕西、河北。路转运使，迁侍御史。谏言：西北九通好，世袭安逸，不知战阵之法。夷则良将，炼精卒，去冗惰，食仓廪，丰才用，为守预备。
举种士恒等数人，即奏罢贡于务夷进城，迁之杂事。权同判留内权，为三司度之副使，使契丹。故使奉使者以黄承簇2人语，协察其举措，使者悉姑息以避重伤。前此刘随为所诬，作贬。久未复。弘使还具言其往，稍徙随南京。除天章阁呆至和北都转运使、迁刑部郎中，还同知通进、营台司、进龙图阁。PG 1155。直学士，知秦州，卒。弘方借有利才，笃于交游，与刘言为友，言死，一任子恩。观其子。帝伟起家3班借职，杜衍建为阁门之后，郑荣军瓦亭寨都监。积劳累迁至河北原边安抚副使。韩琦建之保州，以左骑。继使荣州刺史之雄州。治兵颇严，不事除传，数与患者争利。亥。积公使前铸米3000斛为长平仓，奏下其法他州。迁西上阁。门使刘在任，卒。子师中至天章阁呆至。诏安人，字乐道，河南洛阳人。曾祖吴唐，国州刺史。父字大信。